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行政院为着要因应着美国的关税，昨来通过特别条例草案，经费高达4100亿，其中嘛包括要予台电的补助1000亿。这是在野党的立委真火大，讲这个1000亿本地里的总预算已经予因删除，即摆竟然要照特别条例来偷渡，在野党的立委呛讲一定会全力阻挡。行政院长窦英台讲，后礼拜一会亲身到各党团来说明。被搭成所谓的关税壁垒的话，他可能会要求我们取消补贴啊。那你今天的这个931不是废纸吗？受到美国关税影响，行政院趁这段时间通过4700亿的特别预算，严格立委关心，其中就包括出口的补贴、外销贷款的优惠也加码。这可能会让川普认为难以变康。有机会跟对方在谈判过程当中，也就是说，谈判我们知道要谈判，我们知道我们会损失东西，但我们要知道我们损失了什么。是讲看卖啊，特别条例内底，包括要将产业支持对880亿增加到930亿，也会补助台电高达1000亿。好在也电也美讲，立法院进前已经态度发布台电的预算。这个行政院敢讲是想要借特别条例的名义来变卡手，也放条讲一定会全力阻挡。这1000亿原来总预算的时候删除掉了嘛，那他现在又把它这个要借书还魂，把它回过来了哈，所以我觉得他这次整个来讲的话，跟关税有关的就占23%左右而已啊。借这个机会啊，等于是趁火打劫一样啊。有1000亿的挹注来健全跟稳定台电现在的财务政策的话，那么有助于未来电价审议委员会在审议的时候，让电价能够趋于稳。都惊无法度按内大家。窦英台宣布将会拜会调野党团，亲身说明。我会亲自到各党团去做说明，拜托，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特别条例，而且就特别预算的内容，我也会再一次详细的说明。我们已经接获行政院的通知，民进党团下周一早9点半，我们会跟卓院长还有相关的官员，针对特别条例、特别预算来交换意见。万叫关税冲击补助成绩。所以为台电又个掀起了另外一批争议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